动啊，真的啊。请问各位小朋友看过这个版本吗？肯定没有看过这个版本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故事这么的感人，令人感动掉泪，令人高兴的喜极而泣。所以道的殊胜就是在你我的身上展现光芒。我们在这边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主角白雪公主是反串角色？有没有发现？有哦，每个人的眼睛相当锐利啊，那很好。所以今天每一个很用心，包括我们幕后的配音、配乐，还有表演的。不是小朋友，都是大专生，可是看起来也有小朋友啦，几个小朋友，他们打扮起来就有点像小孩子，真的很用心哈，我们真的很感。那我们刚刚有介绍过，里面的缉捕队人员有16个人员，那16个人员呢，有会计，有老师，有公教人员，也有兄弟姐妹。所以呢，或许呢，在此呢，他们在布置的时候，或许把它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刘美碧。刘美碧前贤、黄丽文小朋友，杨素纯杨老师，还有孙俊伟小朋友，蔡雅文应该是小姐了哈，她在县政府殡仪科服务哦。那刘威德就国一了，那刘怡倩小4，刘玉仁呢小2，刘静敏呢小6。刘启颖呢小2，黄彦俊小5，然后廖崇杰小4，石松林小4，庄志祥小4，林嘉诚小6，然后林悟曼老师。所以一个队伍要成立，需要很多的人力那鼓呢，我们常常讲一鼓能作气，一鼓会让我们振奋人心。我们甚至听到鼓的声音我们整个都会高亢激昂的感觉。同学相当喜欢鼓乐，真的相当喜欢鼓乐听到那鼓乐的时候，好像让你自己都不能有所懈怠，也不敢有所怠慢的感觉所以他们今天所要表演的呢，有3个曲目有3个曲目。那第一个曲目呢，也是醒狮锣鼓，也是我们台湾的鼓乐，那是谢先生谢时的作曲。醒狮艺术呢，在我们台湾各地颇为流行。广受民众的喜爱，在海外各地于重要的节庆中均有其表演跟演出。作曲者以传统的醒狮锣鼓呢为题材，再加以创作改编，加入丰富多变的抛锤及入锤技巧，并融合武术、梅花五手的基本动作。在重音里面，你们听到鼓的时候在变化，所以它的鼓有强有弱，有急有慢，所以形成一大特色。那他手术的这后学在介绍的这个曲目呢，就是它分成有四个里面的节奏里面，各位前贤可以慢慢去欣赏那第一个全曲里面有分成4段，那第一段呢有醒狮3拜跟出游，第2呢就是戏耍，第3呢是胖迪采金，第4呢是摆尾回动所以我们这里也有3个当大家听到鼓声的时候，真的会振奋人心。我们现在欢迎他们以热烈掌声以最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崇德的前贤呢，来为我们表演击鼓，热烈掌声欢迎。再一次热烈掌声。
式来攻瓷土的传统。所以呢，北管分成两大派，一为葫芦，然后一为细皮，明显的分别在四葫芦派用的贴符，就是那可载弦哈，待会会出现来演奏的文长。那细皮派用的呢是金符，就是吊尾仔来演奏的文长。在宜兰早期呢，曾因这两派不同而出现的竹棋械斗，但实因呢，我们在时代的变化之中呢，我们想两派的流传呢，已经慢慢的不再昏沉了哈，所以呢，出现两派的特色哈，皆在交集哈，常常在学习。所以我们常听到的表演，大部分是为歌仔戏的或布袋戏的板仙呐哈。那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看他们来表演的话，我们就尽量来欣赏哈。虽然说我们都大概在庙会可看到，不过今天呢，我们可以在北管的跳台里面看我们精彩的演出。我们这类欢迎第二首曲目《北管跳台》。接着下来呢是大破连环。那大破连环呢，我们看到哈，每个小朋友都相当的卖力在演出。那这里呢，后学呢，把刚刚没有介绍完的部分呢，再跟你们做一个介绍，因为他们还要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整理。所以呢，后学呢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他们刚我们讲到说，如三仙会，还有八仙、大醉八仙等。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区牌则有点浆啊、混叠啊、气颜回啊、上楼下小楼、七寸年、千秋岁、清吉，然后尾声等。那北管的戏曲呢，我们又称为乱弹戏。那现今很少人在演出或者是在戏剧的时候呢，来表演这一些。不过呢，我们可以用指吹打或者是清唱的方式来主要表演的风格。那今天呢，在开入古籍庙会中，我们常见的就是大量使用这一种方式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表演的是呢，就是大破连环。那大破连环呢，也算是我们台湾的古乐曲就作者以台湾民间本土宋江镇，我们可能印象很深刻宋江镇的古乐为素材，配合《水浒传》的宋江大破连环马的故事加以改编，将民间的宋江镇的锣鼓呢，点结和吹奏乐器及铜器，增加本曲的艺术性。那全曲共分为3段第一段呢就是督军校正，第二段呢是兵分十路，第3段是大破连环所以它里面我们可以去聆听一下它的整个号角划破天际的感觉然后第二呢，可以说整个群鼓齐鸣。到第3最后的时候两军在对打的时候，最响的声音就是凯旋而归我们这个掌声欢迎第3首曲目大破连环。
种鼓的声音哈，请问各位浅显有没有振奋人心那种感受？有没有？你会觉得好像你整个人哈都要跳跃起来的感觉哈，因为它整个曲目里面有3段哦。第一个的感觉哈，会让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在宋江镇的时候，他们要亲自的教乐三军，所以他那个主乐在那边乐团它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第2段就是整个兵分十路号角划破天际的感觉，然后整个战鼓响起那宋江镇呢会亲自怎么样？就如同骑那个万马奔腾，那万马奔腾敌不可当，它中间就你会觉得很强的时候，就两军在作战它整个故事里面，你觉得你会身至其中那鼓里面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呢，有戏剧，有话剧，有相声，有特技，有表演。接着下来，刚刚我们有听王美兰师的唱古调那现在我们就来听神韵合唱团来为我们表演的。那我们想到说，今天来到义和圣堂我们也感恩到我们义和圣堂的浅显的慈悲，每一位浅显的用心，在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里面呢，都用心的耕耘在这么历久那么多年才建造起来的，都是每一个幕后的志工们、幕后的人们、前贤们在那边奉献的。所以呢，我们也很感恩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可以让他们招待，有吃，有住，就住在这里我们早上就要办活动，然后呢又有听，所以我们今天都享受到什么都很好什么都很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新义和圣堂的神韵合唱团。那以前呢，我们都可能有介绍过，但今天呢，神韵合唱团这样一路走下来，今年已经迈向了从84年今年已经92年了就是91年所以84年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为大家要来献唱3首曲目。那我们也感恩今天合唱团的成立，也要感恩我们的王宪章、王典南师的带动。所以呢，神韵合唱团于84年7月成立，我们由我们王宪章典南师领导。那我们的团长呢，就是我们的黄金凤前贤，指导老师呢，也就是我们的严义坤老师。现在很多人70几个人所以呢，在这里这段时间每年他们都会担当表演法会，所以每一次在我们的净化人心文化讲座是不可缺席的演出团体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有幸来好好的欣赏他的神韵合唱团，或许真的相当的欣赏他们的姿势都很优美，然后唱的歌声也很柔顺很美，听起来就很悦耳，所以今天大家都很幸福来到这里，所以希望说在第1首曲目词行之中那我们这个词行就如果说每一个词行我们都必须要有讲师有坛主，有讲师，有人才，那由我们的点传师，由我们的前人来带领着我们来走这一条路。所以呢，后学呢希望在这一首曲目的词行的注解里面呢，给大家一个回应就是说慈悲喜舍度众生，航向理天极乐地，坛中成全传真理，主愿牺牲不记仇，讲道善诱引慈行，诗诗词语敞离经，人人愿意欢喜受，才培新秀为道良。所以呢，我们感恩前人点传师带领了我们这一架词行，由我们的坛主来讲，由我们的讲师人才一起来过江，希望词行会降得很顺遂，纵然遇到逆境苦境，我们还是迎刃而解。所以第1首曲目是词行，我们欢迎我们神韵合唱团担当表演，热烈掌声。
哦。